歡迎嚟到有雪樂，我係 Johnny。今次我哋去睇下華發深圳滑雪場，見到外觀已經起到七七八八，外牆已經全部裝修好啦。雪場嘅酒店咧係由 JW 萬紅營運，最特別嘅地方咧，原來係一間 Ski In-Out 酒店，非常有驚喜啊！雪道方面咧，包括有初中高級雪道同埋公園，同融創最大嘅分別咧，佢哋係有2部4人嘅纜車，咁希望可以改善而家排隊搭纜車嘅時間。睇翻另外一邊咧，就係滑雪嘅新手區啦，設有2條摩氈。右手邊地下就係滑雪場嘅入口，2樓就係酒店嘅出入口同埋預雪區。唔想滑雪嘅朋友可以入嚟玩下水泡嘅。睇翻實景可以見到新手練習區比而家融創滑雪場闊超過1倍。隔離咧就係雪場嘅入口。相信大家最關心嘅係去滑雪場嘅交通，地鐵站嘅出入口就喺正滑雪場嘅中間 A、B 出入口，同埋已經通車啦。而除咗滑雪之外，滑雪場外邊仲有一個33米深嘅潛水池。最特別嘅地方咧，就係可以喺外邊睇到入邊潛緊水嘅朋友喎。另外後邊仲有一個攀石公園，啱晒中意戶外運動嘅朋友啊！現場仲有滑雪機俾大家練習。滑雪場嘅底部有一個半開放式嘅大型商場，加埋住宿嘅地方，可以見到已經差唔多起好啦。你諗下，滑完雪直接翻酒店沖個涼，你話幾爽啊！而家滑雪場已經封頂，造雪機已經全部安裝好。嚟緊6月中咧就會開始降溫，7月就會整新雪啦。10月1號如期開幕，到時香港中意滑雪嘅朋友1個鐘頭就可以去滑雪場啦，真係正啊！值得期待啊！